你将我从灰烬里拾起，恢复我做你宝贵儿女。父神，我愿更多明白你心，了解你为何微笑，为何哭泣。我活着不再为自己，容我成为你爱的器皿。父神，我愿与你同行同行，能与你一起微笑，一同流泪哭泣。自己用我成为你爱的器皿。父神，我愿与你同行同行，能与你一起微笑，一同流泪哭泣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共读的圣经是在加拉太书第4章第21节到第31节。今天的信眼光读经告诉我们，这一段经文的诠释手法跟犹太的经典拟大事的方式是相似的。它主要不是在讨论经文的原意，
而是要借着释经权威关切当代议题。保罗所做的同样不是诠释旧约或者是重述历史，而是借古喻今。近代的神学家形容，在新约当中没有比这段经文更难解释的。有一位学者贝兹，他甚至说，将读者的轻信拉至超出许多人能够忍受的地步。保罗为什么要这样写呢？学者们猜测，保罗的对手要求加拉太人受割礼，用亚伯拉罕的叙事声称，要受割礼与遵行律法才能承接上帝应许的盼望。也因为这样，保罗也引用同样这个叙事来反击。我们一起来看第4章第21节开始。让我向那些愿意生活在法律下的人提出一个问题：你们没有听见摩西的法律吗？法律书上记载，亚伯拉罕有2个儿子，一个是从女奴生的，另一个是从自由的女子生的。从女奴生的是循着自然生的，从自由的女子生的却是出于上帝的应许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写信给加拉太教会的背景。当时有不少犹太教的老师告诉信徒，单单信耶稣是不够的，还要接受割礼，遵守摩西的律法，才是一个合格的上帝的儿女。但是保罗却反问，你们这些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，请告诉我，你们没有听见律法吗？他要我们真正的明白，信仰不是单靠自己努力，或是完成一堆宗教的规定，而是要靠上帝的恩典和应许。保罗在这里挑战他们说，你们难道不明白律法吗？22节提到，法律书上记载，亚伯拉罕有2个儿子，一个是从女奴生的，另一个是从自由的女子生的。这其实是呼应到在3章28节所说的，不分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，奴隶或是自由人，男人或女人，在基督耶稣的生命里，你们都成为一体了。因为我们的身份不是来自于身份背景，而是因信称义，成为上帝的儿女，与基督同为后嗣。圣经里面说，亚伯拉罕有2个儿子，一个是使女夏甲所生的，他是靠人的计划，人的努力，这是血气所生的。另一个是妻子撒拉，按照上帝的应许所生的以撒，是上帝的应许成就，是自由，是属灵的后裔。夏甲如何帮助亚伯拉罕生孩子，在创世纪里面很清楚的。凭血气的就是指亚伯拉罕和撒拉，因为一直没有生育，他们等不到上帝成就允诺，所以撒拉就慌了。他从相信上帝的应许，转变成为信心动摇。他去寻找用人的方法，叫亚伯拉罕和夏甲同房。这里告诉我们，等候应许的道路确实会充满信心的考验，但是我们要坚持的信靠上帝的应许，不要回到世界的价值观，或者用自己的方法来寻找安全感。只有靠自己，当我们靠自己，只能进入奴仆或者是被捆绑的状态。只有靠上帝的恩典，才有真正的自由。接着我们来看第24节。这可以当作一种寓意。那2个女人代表2种约，其中之一是夏甲，她来自西奈山，所生的都是奴隶。夏甲是指在阿拉伯的西奈山，象征今天的耶路撒冷。他和他的儿女生活在奴役中。在24节里面说的这2个妇人，其实是一个比方，它代表2个约，一个是出自于西奈山，使人成为奴仆，这里指的是律法之约和夏甲。律法下所生的人始终是奴仆，不是真正的儿女。
在25节提到夏甲指着阿拉伯的西奈山，代表远离上帝的应许，想要靠行为称义的人只能够成为奴仆，与当时耶路撒冷大部分靠守律法来称义的人同类，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自由。接着我们来看第26节。但是那天上的耶路撒冷却是自由的，她是我们的母亲，因为圣经上记载，那不能怀孕、没有生产过的女子啊，你要欢乐；那没有经历过生产痛苦的女子啊，你要高声欢呼，因为被冷落的女人比那跟丈夫一起生活的，会有更多的儿女。在26节，保罗进一步的说明，这两个妇人是代表两个盟约。夏甲代表的是律法，是地上的耶路撒冷，是受奴役的象征。撒拉代表的是恩典，是天上的耶路撒冷，是自由的象征。保罗指出，但是那天上的耶路撒冷却是自由的，她是我们的母亲。他还引用以赛亚书上面所说的，你这不生育的要欢乐。这正是上帝的应许超越人的限制，把不可能变成可能，让教会成为上帝国度自由的子民。接着我们来看第28节。弟兄姐妹们，正如以撒一样，你们是由于上帝的应许而成为他的儿女的。当时那循着自然生的迫害那圣灵所生的，现在也是这样。在28节里面说，弟兄姐妹们，正如以撒一样，你们是由于上帝的应许而成为他的儿女的。这不仅仅是一种身份，它也是一种呼召。我们不是靠着宗教仪式或者是行为来得救，而是因着相信基督，领受上帝的应许，来得到属上帝的产业。所以当时按着血气所生的以实玛利，他嘲笑按着圣灵所生的以撒。今天属律法的人也会逼迫真正凭着信心蒙恩的人，但是我们相信上帝的应许不会落空。接着我们看第30节。但是圣经怎么说呢？圣经说，把女奴跟她的儿子赶出去，因为女奴的儿子不可以跟自由的女子所生的儿子一同继承产业。所以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并不是女奴的儿女，而是自由的女子所生的。30节这里面说到，但是圣经怎么说呢？这段圣经是记载在创世纪第21章，把女奴跟她的儿子赶出去，因为女奴的儿子不可以跟自由的女子所生的儿子一同继承产业。女奴生的儿子仍然是奴隶，他不会成为承受产业的继承人，而上帝的心意就是应许的后裔才是承受祝福。所以在这里保罗再一次强调，自我努力和上帝的恩典不能够并存，信心的选择才是通往自由与祝福的道路。而31节里面说，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并不是女奴的儿女，而是自由的女子所生的。我们要相信，我们是上帝的应许而生的。我们不要对自己的儿女的身份来自卑，不要因为我们自己不是犹太人就觉得我们是次等的，也不要再随从犹太的传统。只要我们努力的追求，在生活当中让圣灵来帮助我们效法基督，让我们能够活出神儿女的荣美、荣耀的使命与身份，不要再成为律法或者是世俗价值观的奴仆。在今天的新眼光当中，有介绍了胡斯这位学者，他是一个基督徒的思想家、哲学家，也是一个改革家。他出生在1370年，是捷克布拉格一位很有影响力的哲学家、宗教家以及改革家。他曾经担任布拉格大学的校长。
胡斯是宗教改革的先驱，他在思想上深深地受到卫克里夫的影响。他认为一切应该以圣经为唯一的依归，他否定教宗的权威性，也反对赎罪券。在天主教会认为他是异端，所以被教廷康斯坦茨宗教会议判处有罪，在1415年被火刑来处死。胡斯的故事提醒我们，律法主义不只是在旧约时代，也可能在今天的教会里面再次出现。我们需要彼此警醒，不要让传统、权力以及制度来捆绑上帝儿女的心，反而失去福音的自由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，可以让我们再一次的反思，我们自己的信仰是被律法、习惯或者是人的声音捆绑，还是活在基督的自由和应许当中？我们要如何在家庭里面，在职场当中，或者是在教会当中活出那个应许之子的身份？我们不能够靠自己的努力，我们要单单的仰望耶稣，相信他已经为我们带来真正的自由。最后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求你光照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知道我们不再是奴仆，我们是在基督里得着自由的儿女。求你赦免我们的骄傲，赦免我们靠自己，也赦免我们用律法规条彼此来论断。求主帮助我们在爱中成长，在恩典中彼此接纳，让我们成为你国度真正的见证。我们在你面前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我渴望看见每颗心会转向你，听见敬拜声音在全